那讲到狮这种动物，看落是真歹，不过伫泰国确实有人饲来做动物伴。其实这伫泰国资本都是合法的，不过因为即马数量愈来愈多，目前全国差不多有400多只，而且甚至有动物走私、甲安全等等的疑虑，嘛引起关注。 一个主人将热情的一直甲伊的宠物梳头，不过伊饲的唔是鸟狗，是互人叫做百兽之王的狮。เลี้ยงเขาได้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ขี้เล่นความน่ารักเหมือนสุนัขหรือแมวเลย แต่นิสัยจริงๆจะเหมือนสุนัขมากกว่า饲两只狮，一只狮虎混种的塔努瓦特，是一位 TikTok 的影音创作者。伊的内容主要是人甲狮的互动，有300万人追踪。真侪人影片看了，拢袂记狮是一种野兽。泰国是准合法饲狮定名兽。 这几年有真侪人伫咧动物园、养殖场，甚至是动物交配厅内面饲。这几年数量就增加超过3倍。影片内面的内容，互大家就是狮真温顺，所以有更较侪人饲。不过动物团体警告，即马有真侪人流行要饲狮，不过对饲的人甲动物拢真危险。It's terrifying to imagine if laws aren't changed, what the situation is going to be in 10 years. And we have interviewed traders who have given us prices for live and dead lions and have told us that they can take them over the border. 因为泰国官方的管理真严，真侪狮伫咧登记了拢无法度追踪，真侪专家也怀疑这款进口的狮到底是走去倒位。调查也发现，规个东南亚走私的情形不止啊严重。ฟาร์มใหญ่แล้วทุกคนก็เข้ามาซื้อเราก็กลายว่ามันก็กลาย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ธุรกิจแบบรัดตัวเราไปเลย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ก็เลยมาเป็นธุรกิจ 高一相讲，虽然来买狮的人真多，不过官方这几年的法规有较严，真就是爱事先登记，就要互政府检查饲的环境，不过一般拢无严格执行。专家讲，虽然狮有当时看起来真温顺，不过有还是几落百公斤重、有保产也无本能的野兽。若是大规模进口加饲这款野兽，无论是对动物福利、生态平衡、加公共安全，拢是真严重的问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